一生好武功，身經百戰仲冇得天下認同，間學一生不好功。眾弟子不生受無窮，未為所有的傷痛，多少的武功多於那歲月中，仿似霧裏紅，誰能分清吉與凶？勸大家胸襟要大同，便會一世將福心中。一刀一拳功夫意念要專心，靠找取中線，標準熟地方得真，調手雙國當中游，天華硬手權亦重，用那標指制敵窮，若有膽氣便要攻。多少的武功多於那歲月中，仿似霧裏紅，誰能分清吉與凶？勸大家胸襟要大同，便會一世將福心中。一刀一拳功夫意念要專心，靠找取中線，標準熟地方得真，調手雙國當中游，天馬硬手權亦重，用那標指。好，感謝聖公會智庫設立小學詠春。